咁點解佢用確信兩個字去寫有非禮啫？用確信嚟判案喎，而家非禮喎，性侵喎，點解佢可以用確信兩個字去做啊？第二，佢用個傳聞證供，佢係用個傳聞證供嚟判案嘅。個傳聞證供係來自不可靠、不可信嘅證人嘅，嗰啲證供係應該唔要噶嘛？佢點解可以引用嗰啲證供啊？因為全部唔合法理。咁所以聽日就會上訴去入紙上訴庭，呢度上訴庭咯。嗰個法官眯埋隻眼，即係對我哋有歧視啫嘛。咁所以我一定要上訴到終審法院都要上訴啊。好，唔該張生。